吼，结果伊中啊吼，即个头骨哦，伊就足够满意的啊。伊感觉讲，政府讲你去导人的时阵啊，我对你啊吼嘛是安尼甲你奉赖到非常的好啊吼。啊，为什么你就出我这点仔钱啊？伊就管，就爱去找这个政府讲啊，吼。那这个政府讲啊吼，伊讲啊吼，伊讲吼，头骨啊，你虽然讲吼非常的辛苦啊吼，当时啊吼对我的风台啊吼非常的一个舒适啊。毋过呢，你只是对我国人，对我政府讲国人啊吼有帮助，你对国家啊无算讲有啥物帮助啊，吼，贡献无大，吼，所以咱家己听看卖啊，政府讲是一个公司。公啊，甲私啊是非常分明的人哦。爱对伊自身受用，对国家真正有贡献、有帮助的人啊吼，伊才会互伊有今好做一个大官。所以啊吼，当初啊，周天子啊，伊一个官员啊，内史官啊，一听着讲，哇，这个晋文公是安尼去奖赏伊的官员的啊吼，伊就讲啊吼。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即个晋文公啊，要称霸，要称霸即个中土啊，吼，为什么？因为啊吼，伊讲历代的一个黑军姓王啊，拢总甲敌人修身啊吼，统治第一位。即种人知影修身，伊就要安怎知影治，要安怎治国。哦，所以啊，吼，真正哦，到尾啊，这个晋文公啊，吼，真的就是称霸了天下。